究竟日本石垣島值唔值得去？5日4夜一條片話你知，一齊同我感受陽光與海灘啦！ Are you ready？ 我哋到達啦，到達之後即刻出發去食第一餐先。Heartland 石垣牛漢堡，叫咗Signature石垣牛肉漢堡，120蚊港紙。哇，好多層，好足料，好滿足啊！套餐仲有薯角食添。呢杯沖繩檸檬沙雅，即係簡單嚟講梳打水，整體食物質素正常。第二站即刻去咗超人氣必食嘅牛奶小子，淨係睇個門口位就知好啱打卡，不停影。最出名嘅人氣雪糕食咗，牛奶布甸都食咗，大家認住佢，因為真係好食，布甸超濃，係我嘅 Top 1之選。香片奶茶就太濃啦，牛奶味都唔錯。去咗呢間 hotel 入面嘅Fusaki Beach， 酒店環境超靚，可惜我哋只係過下。仲有水上樂園，見到都想玩啊，同埋一大堆嘅付費水上活動。呢個係一個人氣打卡點，Fusaki Beach 就係呢一條橋啦。不過沙灘都幾多垃圾，所以都唔太推薦嚟玩。之後當然係影相時間啦，影完即刻落大雨，即刻撤退。隨心入咗間 cafe 避雨食咗呢套，50蚊都幾貴㗎。成日都見到呢啲手工藝品好靚，真係有興趣買。再快閃石垣市公廁市場係手信街同埋 food court 嘅 mixture， 呢度梗係出名食石垣牛啦，大家都可以嚟試下。一共3層，2樓係熟食區。金城製麵試咗，豬軟骨超好食，勁推薦。沖繩傳統甜品試咗，完全係我杯茶，勁好食。晚餐就預約咗 Fire 食日本料理啦，每人規定一定要叫杯嘢飲，前菜都幾特別㗎。呢一碟魚生影咗，個人就私心推薦呢個爛島豆腐，個醬汁簡直係靈魂。茶蒸碗白松山蕎麥麵試咗，食落好特別啊，烤豬軟骨好好食，超級推薦。厚厚嘅蛋卷食咗，餐廳 Top 1古老坤飯團都試咗。人均消費150蚊都幾高質，食飽就去行下買下手信，跟住當然係要有一個宵夜時間啦。Day 2樓下 cafe 買杯 hand drip， 就出發去Ihigaki Market 啦。估唔到完全唔使等位，超開心啊！呢個哈哈飯果然冇令我失望，超好食。cafe 主打必食 pancake， 即叫即整都等得幾耐㗎。食飽就帶大家去睇海啦，平久保奇燈塔到此一遊。天氣真係超好，呢個 feel 簡直係無敵啊！真係好靚，仲影咗好多靚相添啊！但熱到就快中暑，補充返啲體力先。明石食堂竟然排長龍，要等20張台，等超過1個鐘，梗係影下相啦！即刻揸車衝去玉取棋子望台，冇時間就唔使去啦，因為景觀都係差唔多嘅。1 hour later， 我哋終於食到啦，豬軟骨好好食，超級推薦。炸豬扒都好大份，食飽就去米原沙灘玩水啦。不過沙粒好粗同埋好濃海水味㗎。直至晚霞出現就係晚餐嘅時間啦。雞白湯拉麵都食咗，整體雞湯拉麵係唔錯㗎。原貝湯底就偏重口味啦。套餐有飯有麵有餃子，好飽。芝士蛋糕好邪惡，仲好抵食，15蚊咋。最後人均消費80蚊。食飽又去行下街啦。準備又係宵夜時間。Day 3 morning， 祝福到我嚟啦！大約20分鐘嘅船程，個人私心推薦嚟，撞中日本假期食咗唯一開嘅餐廳，等到開門成為咗第一台客，又係食梳把啦，仲食咗海鮮定食，有家嘅感覺。食飽又去沙灘影相，呢個沙灘係超靚啊！水質超清，沙細景靚。仲要係有灘中灘㗎。I'm ready to get wet， 影咗好多靚相，好滿足啊！仲去埋隔離嘅星沙灘，揾到眼盲都唔會揾到嘅星星石。呢度都唔可以游水，基本上其實可以 skip 啦，除非想買呢個星星手工藝咯。海灘唯一附近嘅餐車，藥水味，不過唔飲就渴死㗎啦。鍾意可以踩單車同埋坐水牛車㗎。趕尾班船要走嚕。超級推薦呢一間飯團叫玉也，真係超好食，勁上 encore。炸豆腐飯團係 Top 1，一定要試。
炸豬扒飯團都正啊，35蚊一嚿。晚餐眨晚就去食回轉壽司。我係熟食同埋甜品嘅代表，因為唔食生嘢，所以選擇就唔算太多，但係都好夠飽啊！全部都唔錯。一齊睇返正常人係會食啲咩先啦。三大高級魚你食過未呢？蒸蛋做結尾，戰績12碟，人均100蚊。食飽就去燒錢啦！呢一間係超大間嘅扭蛋店，3次都抽到我鍾意啊！去日本買化妝品基本啦。去 Banner 公園觀星好靚好浪漫，第一次體驗去偏僻啲仲靚啊！跟住再送多個夜景俾大家睇先。好快又到12點嘅宵夜時間啦！你話去旅行點會唔肥啊？ Last day morning， 好唔捨得啊！最後一日我哋就會去假浮潛，目的地係川平灣，唯一冷房船就係呢一間啦。我係推薦坐玻璃船嘅，見到超級多海洋生物，好新奇啊！有海龜啦，川平灣都真係好靚，好好玩㗎。又係時間補充下體力，呢度有好多餐車同埋小店，呢間排晒長龍，即炸即食，仲可以買返幾個返香港做手信啊！牛腩雪糕加安達吉真係絕配，鮮榨果汁試咗，石活牛 taco 都試咗，心心念念嘅頸鏈都買咗啦。呢個係每次必買嘅哈哈餅。呢個出唯一到訪嘅 cafe 竟然唔開，景觀超靚，嚟到梗係要打咗卡先走啦。鍾意玩水，石垣島真係好啱你㗎。我哋欣賞完美景就走咗嚕，順路就去埋展望台。呢個位好涼爽，真係好正。踩完水玩夠水，影晒相，又去返公廁市場先，試埋人氣飯團。730 club 冇嘢行，完全唔使去。藥妝店都拜拜，執埋添。最後一日再 Encore 牛乳小子，因為真係好好食。日落黃昏，最後一日梗係食好啲，食燒肉啦。推薦呢間燒肉店食石垣牛。呢個 trip 基本上飲咗1年嘅酒量啦。燒肉每一嚿都好 juicy， 好好食。溫馨提示係一定要 book， 如果唔係就白去。人均消費只係200蚊，超級高質。最大型嘅 Donkey 店都去咗。最後一晚宵夜就再食多啲啦。最後俾大家睇下我嘅收穫啦，超級豐富，好多戰利品啊！一大早就要同呢個地方講再見。走前終於喺日本食咗麥當勞，覺得好食啲，仲好想空運返香港。我第一次食到融化咗嘅流心芝士啊！今次石垣島之旅又去到尾聲啦，再俾大家欣賞多一次個海景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嘅片，就記得 CLS 啊 ，Like、Share and Subscribe，拜拜。